好的是要从句子有茶会，应该满足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伤心事，不轻谈念，毕竟是自己多少人在今天见不到明天的太阳，多少人在今天已成了残疾，多少人在今天要变得奇怪，多少人在今天已失去了家。人生本来就是一个只字之谜的残酷，最后总会发觉，原来平凡就是幸福。海阔着是种幸福，有健康是种礼物，好的是要阻止有茶会，应该满足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随遇而安，就像过一朵好，要知足，才会幸福，会随缘路更好。我发现，就随遇而安，就像过一朵花。知足就是幸福。谢谢我们的工作伙伴，还有我们的小朋友，我们志工伙伴也自己在掌声鼓励他们一下。好，小朋友现在右转，跟着姐姐，跟着哥哥一起走，照顺序哦，照顺序哦，慢慢下去哦，好，那跟伙伴请坐下。好，我们接下来这堂课呢是我们的志愿服务的内容哦。在全省跟全国15个美式就学区里面，有10个区就把这个志工列入超额补区的项目。那要达到这个项目要满分的话，有的区域说要做满18个小时，有的区域呢就要做满50个小时那以桃园来讲的话，它就是要当志工50个小时，你就可以
拿到董事入学最多会拿到这个10分的。那这边它就有帮大家做一个整理，在这10区里面，那每一个区它所规定的说，你应该要做多少个小时，可以得多少分。所以现在就是很多家长都非常的担心，然后就很着急，到处在把志工都做好。那我们这个来参加的这些国中生啊，我不知道你是也很想要当志工的，如果也很想当志工的话，我们台南市青年文教协会的，那也是在我们内政部有合同的一个团体啊。那如果你上那个台南市社会局，台南市社会局那边就有我们的社会团体里面人民团体，就会找到一个学术文化团体里面，我们看到那个台南市青年文教协会的，台南市青年文教协会，那只要在社会局有认识的团体机构，就可以帮有这个国中学生啊，这个志工的时数啊，那我们要发予志工时数，就像刚刚那个讲师说的，你是靠什么样的心态来当志工？你是说为了要志工时数才来当志工的，还是说你有跟我们大家一样同样的信念来推动服务计划，而不是说只是说我去个人对谁服务是谁，对象是谁，做的工作是什么，做的这个志工到底是给你什么样的感受，你都没有去考虑嘛。所以这边我们读经班在各地都有展开读经班。如果说我们在座有是国中生，或是你有认识的朋友啦，他不见没有来参加这个志工研习，可是他也是国中生，他也想参加这个志工的行列，那你就可以带他来参与我们读经班的服务啊。那读经班的相关的工作呢，那每一班的班主任他都有需要，那班主任他就会设一个签到表，班主任他每一学年他会呈送计划到协会来，然后你就可以去签到，他会给志工签到，那你签到之后，他会和这个看你做几个小时，然后就会发你这个服务证。这个服务证明就可以证明说你真的在我们台南市青年文教协会里面的读经班服务了多少小时，然后这个再去做志工的认证。好，那各位有没有清楚这个？像我们讲过这个补充，以台南来讲，要做40个小时，就可以拿8分。所以现在台南的学生都很积极，因为国文最好的分才得几分，才得5分。你最厉害的话，国文最厉害的才得5分，数学最厉害也得几分？得5分。可是你当志工40个小时就可以得几分？得8分。所以很多人都很想当志工，就是这个原因。那你住在哪个地方？这个都给大家参考。我们这里面最低的是宜兰3分中投也是3分，那港埔4分，它最高的在基本地区上限可以到12分。所以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当然自己的趋势，因为现在需要服务的对象其实还蛮多的今年新闻说，台湾的目前失智的老人拿多少？我那边记住好像36万，36万。那它的趋势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所以马上有大家去看这个的做法，那需要一些学生，需要一些小孩来帮忙协助这些老人，让他得到慰藉也好，让他们觉得说，好像到日照中心不是去给人家照顾，也是去玩的有感觉、快乐的。那这个是可能未来的如果你也想读社工系，我想应该你还有前途，因为要服务的对象真的是越来越多。那我们读经协会里面这边办的可能是只有针对儿童，或许哪一天我们会针对老年人来读经，针对我们的这个成年人读经。那目前已经有在推的关系，那我们这个读经的功效
在特殊训都会进一步的跟大家做介绍。如果你有参加这次的基础训，明年呢我们会再办特殊训，那你就记得再来参加特殊训的练习，就会取得我们的志工证。那这个志工手册我让你去需要有2项原始的呈现。那当志工呢，应该不是说为了要加分，这是一辈子的事情你觉得这个信念很好，去服务他人，让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那这是我或许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个补充。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小朋友今天我们的儿童班小朋友，早上呢我们这边上课，也是有一群年轻的志工带领着他们一同学习。他们准备了一首曲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那曲子呢叫做《知足就是幸福》那个知足是幸福这首歌那我们呢他们都要准备好了，同时我们总干事去确认一下。那小朋友他们呢参与这个活动，那也不是说有什么奖金或什么但是呢，他们能够上台表演，我希望我们在座的各位志工伙伴给他们很大的鼓励掌声不要吝啬，好不好？欢迎他们，然后可以的话跟他们一起互动，我们也顺便中午比较容易昏睡的感觉，所以的话可以请跟他们一起互动，那这样子的话，小朋友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那我们就是准备好了呢？准备好了没？好，好，有没有往前站呢？谁需要往前站在这么后面在前面一点，大家才看得到。好，可以翻这2排吧。翻这2排，那个服务人员看到什么